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但改變人生的主題：點樣用佛學智慧建立一個真正強大嘅心智。所謂強大，唔係講你夠硬淨、夠惡，而係內心穩定。佛陀講過，智者如磐石，不為暴風搖，毀如不動心。真正嘅強大係外面幾大風浪，你都唔會被動搖。相反，容易發怒、情緒化，其實唔係力量，而係脆弱。當你可以控制情緒，而唔係俾情緒控制你，你就開始擁有真正嘅力量。佛陀話，人生一定有8種起伏：得與失、讚與罵、榮耀與恥辱、快樂與痛苦。接受呢啲變化，就係修煉穩定嘅開始。要做到呢點，有3個要訣。第一，正念覺察。當情緒嚟嘅時候，唔急着反應，先觀察自己。第二，分清可控與不可控。別人嘅評價你控制唔到，但你嘅反應可以。第三，自愛與自我慈悲。唔吸收負能量，每日清理心裏嘅垃圾，帶住乾淨嘅心去面對世界。當你學識穩定、堅韌，又懂得善待自己，你嘅心會變得像大海一樣，有波浪，但永遠有深度。呢，就係佛學智慧教我哋，強大不在於外表，而在於內心的平靜與慈悲。